1964年创立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，对创校初期的新娘学校，经过台南女子技术学院、台南科技大学，到达已经发展成融合文化艺术加科技创新的综合大学。伊伫经过一甲子的岁月以后，18号盛大举办61周年校庆。一开始舞蹈系以2025年北海道大舞节精彩演出加开序幕。19年校庆除了颁发第7届杰出校友奖，肯定因伫各自的专业突出表现为母校争取公营以外，今年上大无同，就是将舞台交予学生，展现各系所用创意美学加实践的精神，持续发光发热。今年在校庆典礼上面，有别于以往，我们增加了很多学生参与的活动，让学生能够在也届校庆的舞台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。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一个欢乐的61周年校庆。会中无论动态表演展现青春活力，或者是传达原住民文化传承的精神，也是优雅的场地演奏，用音乐等多元的艺术软实力来为学校庆祝生日，让予在场师生贵宾满足的享受。同时，各系所嘛安排校友回来后头厝，共同见证61周年的荣耀甲传承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